大家好，我是陈闹钟。那有时候我大部分都还算很平和，那有时候脾气会不好哈，那大概都是我弟弟了。他说的那个弟弟呢，就是我啊，我哥哥叫陈时中啊，我叫做陈闹钟。他报疫情啊，我也报疫情啊。现在这个表演艺术圈呢，气氛相当的低迷啊。我们这个记者会啊，就是要娱乐一下大家啊，提振一下我们的士气啊。首先呢，我们要先来一鞠躬，好不好？来，好好的答谢我们所有的医疗人员啊，谢谢你们呢为我们把关，我们才能够坐在这边啊。好，谢谢医疗人员，来一鞠躬。好，谢谢，来，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坐啊。接下来呢，大家可能对我们有点陌生，我们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人旁边这个是副指挥官的左中台艺公给的招金啦旁边的这位叫做初中后面的呢这个是国中这位是高中这个国中跟高中呢，他们有个绰号，一个叫浩浩一个叫翔翔他们是疾管署的号角响起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总共有2例所以请媒体提问。您好，请问一下，日前国民党立委叶玉兰她发挥实验精神，用气炸锅蒸口罩，您的看法？来，请把他所谓的这个锅子各位观众朋友请问一下我真的请问一下，这2个看起来很像吗？很像吗？我们看起来像笨蛋吗？这2个东西我们分不出来哪个是气炸锅，哪个是电锅吗？你们这样子搞，当年全民大我先坐下好了气死我了！当年全民大闷锅这个这么优质的节目就是被这种搞笑的政治人物给弄垮了2个，一个台志远跟郭子乾也走了，走了之后他们的下场有比较好吗？有比较好这个全民大闷锅这些艺人在怎么样努力的搞笑，怎么样表演都没有这些政治人物搞笑的好笑，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基本上他们的血液里面呢都有搞笑的 DNA 所以我建议这一类的政治人物真的不要当政治的，你们转行去振兴我们台湾的演艺圈好吗？如果叶玉兰如果你确定要退出政坛我们不排除帮他做一个还不错的节目，叫做《全民气炸锅》全民一定会被你气炸的美食节目了我相信肯定一定会很好笑，好不好？来继续。请问一下，我们已经度过清明连假的危险期了吗？你到底要问几次？是我们回答不够清楚，还是你的脑袋有问题你是要逼我们陈时中一定要给你们一个交代，一个说法吗？他已经说过了，就是要继续观察，继续观察，不能大意不能大意，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不能大意要继续观察。你们是哪一个报社的？我同样的问题要问4次我都问你4次，你是哪个报社的？你是哪个报社的？你是哪个报社的？你烦不烦气死了！可不可以有点创意还有希望大家不要再问了，5月1号的连假是不是要放假？5月1号的连假要不要放假？要不要放假？要不要放假？你烦不烦时间到了，我们自然会告诉你，好不好？很多事情都是时间到了你才会知道，时间没有到你问我不会，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莫名其妙的。来，继续。您好，请问关于去酒店要实名制，您的看法？你会不会坐太久了？那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口罩的实名制发放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我们会研拟上酒店实名制的可能性，就是规定说1周呢只能上2次的酒店一方面呢控管人流一方面呢也可以达到这个登记的效果。那如果执行的好呢，未来不排除呢1周可以3次那2周就可以10次了以此类推这样你是说1周3次，2周目标是2周10次是上酒店上酒店对。那么我们这边也考虑推出酒店的 APP 我们提供如果哪个小姐有控台的资讯我们免得这个酒客会白跑一趟我们有做这样的 APP 那个政务委员唐凤已经在研发了那他说了就算了来。请问一下，这周还有艺文团体开卖音乐剧的票，您的看法？我知道你说的就是全民大剧团的到垃圾了有人说是到垃圾了这个作品相当有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到时候呢，疫情可以完全的解除，大家可以安心的观赏这个艺文的演出现在就去买票是早鸟票等于提供他们一个周奖金万一这个疫情严重一点，延后演出呢，是不是可以退票呢？我们再查一下。那你们如果真的关心艺文活动的话呢，就直接捐钱给他们，好不好？有没有他们的华博账号？我们还在查他们的账号。这个还要查？
请问罗志祥在宜兰开 party 是否违反指挥中心的规定？哦，谈到这个罗志祥啊，所以这个问题哦，我们就跟我们机关署的号角响起啊，来回答一下啊。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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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咖喱卡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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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咖喱卡吼。还好吧哈哦，想想哦，哦，你们这个谁转头是规定的吗？啊，怎么不是你转了？哦，好，哦，这个年轻人很有可为啊！刚刚他们这个所有的歌舞啊，其实看得出来的，都尽量要保持在这个我们规定的1.5公尺之内啊，而且这个地板动作的旋转啊，我有仔细看，啊，都有顺时钟转哦，都有顺时钟转哦，这样转就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呢，我们的副指挥官要表演一下才艺啊，娱乐一下大家。来，是这样，我要表演魔术。魔术哈，来。啊？哦。现在大家在想什么？这就是你的才艺啊！哦，这个我们就是无可厚非，娱乐大家一下啊。那不好笑也不要硬笑，好不好？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顺时钟了。我们支持政府的防疫政策，那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行动啊，来呼吁一下大家，来所有的朋友们来再一下啊，来。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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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咖喱卡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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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咖喱卡吼。